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4月2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铁道路事故被告李义祥外籍移工阿好，阁获法官裁定继续收押3个月。杨正义今仔日通过民众搜缴封治法草案，要送地法院审议，讲对就是犯罪，警察会使侦办。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伫加罗内底绝食，伊的支持者发起示威，俄罗斯把1500个示威者抓去。新闻开始，咱来关心台铁道路事故，花莲地方法院召开接押庭，法官是裁定被告李义祥甲外籍移工阿好继续收押，因两个人拢有承认罪行，也毋过李义祥是背回讲伊并无逃走。那外籍移工阿好是讲，伊敢若使怪手互李义祥安尼尔。法官最后是判因两个爱继续收押禁见3个月。这是花莲地检署16头一波将起诉了后，地方法院第一次将在家李义祥甲移工法文化移送地院审理监的个案。合议庭法官问李义祥为安怎第一时间无敲互台铁调度所，也是报案。李义祥表示毋知影调度所的电话，有敲互台铁花莲干部段现行时间主任。法官阁问为安怎李义祥闭路前后无讲，也记者交代阿好的身份。李义祥回答伤紧张，惊互警察掠走。法文好的辩护律师指出，阿好只是协助将怪手开互李义祥，甲事故无因果关系。也毋过法官最后也是裁定将两个人继续收押禁见。李义祥还有华文好2位都有逃亡，还有勾串之余，所以认定也有羁押的必要性，所以裁定从昨天开始起羁押3个月，然后并禁止接见、通信，还有收受物件。另外，立法院当咧讨论修改刑法过失致死罪的刑度，将造成3人以上死亡的案件修改做10年以下。外界关心敢是会影响处案判决。刑法第2条的规定，原则上是适用行为时的法律，但是修正后的法律有利于被告的话，就是以对他有利的做适用。这个是要待何时修法通过、公布施行，还有看法规的内容，再加上新旧法比较的适用来决定。李义祥对犯罪事实承认，也毋过否认肇事逃走。法官认为两个人有串证逃亡之余，也是裁定将两个人收押3个月。也毋过法文好下当接见驻台北越南经济文化办事处人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新上任的交通部长王国材，今仔日是头一摆以部长的身份去立法院质询。王国材是表示，安全需要智慧，所以因为智慧交通来做施政的目标。若目前，伊讲伊第一要紧的代志是要改革台铁。伊嘛讲，若阵改革无成功，伊就离开。我心中是改革啊，那如果改革没有成功，我就会自己离开。第一遍以部长的身份上备询台，王国材用家己的官威宣示改革的决心。这几天，交通部电力甲行政院一个台铁3方面开会讨论具体改革作为。除了沿线工地安全，也开始调整财务。饭店台铁有20几个小站是服务性质，政府对这个小站的亏损会先补贴。另外，也加速活化资产，增加收入。它很多的亏损，那行政也同意会做一些这个补贴。然后另外就是在67年以前，他们是所有盈余都缴国库，所以没有提供部长，票价也26年没有调整，我们没有提供一个安全好的服务水准来谈票价，我是觉得这样是不合理的。王国材讲，改革是有阶段性，调票价不是优先项目。不过，就要上任的台铁局长杜美讲，台铁的票价25年无调整，伊上任了，对票价合理性会做详细评估。不过，至今也无确定的数字。到年底进前会提报告给交通部。台铁的票价管制有25年没有调整，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票价合理性的部分，我们会提出好的评估，预计啦大概是在年底，今年以内，我们就会来做一个提报。对是不是调向公司化，杜比讲，只要是对台铁好的，拢会考虑，也毋过会先做到绩效提升。除了杜比累升台铁局长。目前铁道局长的会，交通部也证实会由铁道局内面内升，就是希望接的人会让随时手，和铁道局确实监督台铁的改革。名单已经送行政院核定。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日本拍算2冬后，要甲福岛核废水透爆了后排入去大海，这是引起国际上的批评。关联会今日早起有开记者会，
强调讲，原能会伫4当前就开始咧监控啊，而且讲2当前就知影讲日本按算要安尼死做，所以咱政府早就已经提早做准备。我是有一些不快啊，我坦白说，但是我回答问题的时候呢，我完完全全秉持专业。关联会主委谢晓生回应日伫立法院，因为媒体问的问题引起争议。佮讲台北市议员王世坚的态度有问题，而且质疑讲日本排放核废水两早部署时准备下来做出回应。我们辐射侦测中心就开始执行台湾近海海域的辐射背景调查，2年多前就已经预料到，日本到最后如不排放则已，一排放99.9%海洋放流。原联会指出，4年前开始做台湾附近海核辐射的调查，2年前嘛预估日本可能会选择把核废水漏入去海里，嘛强调讲下部会平台已经展开几啊届的会议，相关单位嘛提出整备的计划，所以原联会并不是无作为。会4到5亿这样，生物长期的累积的效应，它在里面的一些形成啊，跟代谢的机制，这个需要长期的做研究这样。4年我们总共做了1530件的，包括海水的样品、海生物的样品跟沉积物的样品。那目前测出来的值大概都是背脊的范围之内的晃动，没有多大的差异。辐射政策中心指出，未来会增加厝建本等下检验的所在，不过厝建本的所在要增加偌济，或者是放伫什么所在，拢搁爱伫下部会平台来讨论。也若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指出，会做国际调查团来监督。关联会嘛强调讲，会争取参与。日本排放这一段过程当中的时候，他们做监督的这一块，我们能不能参与？相较于这个的话，我觉得我们参与的机会是比较大的。如果没有办法参与，我们希望 IAEA 能够在它每一次监测的资料，能够在第一时间传给我。谢晓生强调讲，日本伫2年了后，才会把核废水漏入去海里，但真正开始排放了后，按算会每礼拜或者是每天，拢会像气象预报同款对外来进行说明，互民众随时会当掌握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有基层的警察伫面册亚公四过中，有一个警官伫外口食烧酒，甲过路人去冤家互拍，走去分局米。结果呢，10外个黑队全走去警察局匹配叫，佮含电脑，分局刷点点。红点名的上山分局分局长今仔日有亲身出面，承认讲有影有即件代志，也毋过无亲像外口伫会的迄款。几啊位少年人伫大路一直走，竟然一路走入去上山分局。警署启动伫局内大声喊叫，一名查甫人互警员压伫边仔，只是看到大家拢气噗噗，警方随将人刷到警察局外口。规个事件伫网络上互人惹出，指出某一位教官伫外口啉酒，甲过路人起冲突，却发现对方的人真多，随走转去分局，想要到对方10几名乌衫人不满，就入去警察局对峙。更加直接动手公害值班电脑，也毋过警察局事后却无作为，防这期想要暗砍代志。上山分局分局长李丽亲自说明：是我们分局杨姓警员的错啊，他去高声去制止人家，叫人家讲话小声一点，就引起对方的不满。不过没有渺无法纪，确实没有这样的状况。分局长为局内这位姓杨的教官啉酒罪误事，局长道歉，也毋过后人有10几名的乌衫人也都还落来拍，只有7位少年人冲入警察局无细力弄倒电脑，只是事发迄当时为安怎无以回顺罪侦办，甚至过几啊天也拢无后续的作为。分局长是安尼讲的：法律上他确实是过失而已所以他也坦诚赔偿。我们当天就让他写下悔过书也写下赔偿的一个愿意赔偿的这个字句。所谓的黑衣人，这些民众闯入到派出所，是否有妨害公务或是公署的部分，绝对要调查清楚。强调第一时间所长无向上级通报，也毋过已经做出升阶1摆的处罚。这名姓杨的技术教官也奉调往警备队服务。警政署长陈家钦也下令要求调查清楚，绝对会依法侦办。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屏东发生假车祸真绑票的命案，行政院嘛赶紧伫早起就通过行政院版的军种搜缴防治法草案，定义8大类型港队的类型。内政部长徐国勇是表示，港队就是犯罪，警察就会使侦办。近前，屏东发生一个女子不幸互人害死，因为有人想过爱慕伊所引起，引发军种塑料法防治法草案的讨论。多方认为袂当搁再拖延，行政院版本早起通过，真侪立委嘛关心内政部的态度。部长徐国勇指出，草案甲军种塑料定义是犯罪，警察进行调查，各无问题。因为他是犯罪嘛，我们当然就可以侦查，这个就没有问题。那我们在这里警察的角色也相当的吃重，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书面告诫。好，那这一个警告就由警察机关来予以告诫。那告诫以后，如果再违反等等相关的，那当然就会有保护令等等相关的问题。根据了解，行政院版的草案会明确定义8种，包括监视军种地地人、守候接近地地人出入的场所、有威胁虚荣等行为，以电话也是网络干扰对方，也是要求约会，也是有传送文字、影像、相片等行为。损害名声，也有黑白用对方的资料，相当会当判5年，是非各属乃论罪。那当然，我也预期能够越快越好让它通过。那我们警察机关对于通过后的执行，我们一定是会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处理。那应该会让我们台湾的有关性平等等相关的这一些法律，会更向前迈进一步。一共指出，正义的版本有经过真侪团体参加讨论，伫立法程序，搁再经过1个礼拜的时间，就会当正式进入伫法院排审。同时，伊嘛坦白讲，这个法若是当早1点完成立法，就有机会当阻挡发生屏东女子互抬死的危险的代志。记者郭灿台北有台北报道。在国际上要紧来关心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传出讲伊伫家牢内底绝食抗议，健康愈来愈歹。伊的支持者2日时，嘛伫俄罗斯全国发起大规模的示威，结果俄罗斯警方伫全国82个城市，甲1500个抗议人士抓去。示威的民众手摕着大裤，抗议俄罗斯政府关押反对派领袖纳瓦尼。莫斯科的民众上街头示威，因为纳瓦尼被抓去关了，身体愈来愈歹。自3月底开始，如果用绝食来抗议，要求爱得到适当的医疗照顾。纳瓦尼目前有脚趾边的疼，还有脚下巴的镜头。伊的盟友甲幕僚，加各国的民众伫咧2日上街头示威救伊的命。Поэтому я ухожу сегодня на этот митинг с требованием свободу политзаключенным, свободу Алексея Навального. 规模上大的示威伫咧首都莫斯科，几多千人游行，经过市中心、圣彼得堡、甲叶卡捷琳堡，全国真侪所在拢有发动示威活动。俄国也出动警力镇压。根据独立监督团体讲，俄罗斯警方总共伫咧全国82座城市逮捕将近1500位抗议人士。纳瓦尼的盟友接受访问时阵讲，伊的身体正歹，应该随送去加护病房。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конечно, мы видим в последние месяцы, в последние недели, наверное, вот такое закручивание гаек. Когда Алексей возвращался в Россию, конечно, была вероятность, что он будет подвергаться преследованию со стороны правоохранительных органов, но не было понятно, что это будет сделано так. 俄国总统普京2日发表国情咨文，伫咧无点名纳瓦尼的情形下，警告西方唔通看过俄国的红线。不过美国就警告俄罗斯，若是纳瓦尼死亡，会面临到什么款的效果？ We have called o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we have called on the Russian government to allow Alexei Navalny access to the necessary independent medical care immediately in response to the very disturbing reports that we have all seen and we've all heard regarding his deteriorating health. 纳瓦尼的看守尤利亚也出现伫咧现场，受到民众的欢呼。虽然政府提出警告，讲集会被当作非法活动，不过俄罗斯全国几多10个城市，依然有上万人无插政府的警告，上街头声援纳瓦尼。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来关心巴基斯坦一间高级饭店2日暗发生爆炸，造成4个人死亡，11个人重伤。风声讲，中国驻巴基斯坦的大使是住伫这间饭店内底，是爆炸案的目标。
也毋过当当时，伊拄好出门，无伫饭店内底。巴基斯坦即马塔利班的组织已经承认犯案。画面即只导火车，消防员是赶紧要甲火拍互花。这个爆炸案件是发生伫咧奎达市塞琳娜饭店的停车场。这间5000级的饭店伫咧当地是真有名，而且方认为讲是安全界比相对较安全的。接待对象大部分是政府的官员，还有来拜访的贵宾。这间饭店伫咧伊朗领事馆甲秘鲁知省省长的官舍迄卡头。爆炸威力真大，造成伤亡。因为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龙洋，带领的大使馆就住伫这间饭店。媒体报道指出，龙洋可能就是防攻击的目标。不过，伫咧爆炸案件发生的时阵，伊拄好出门，才闪过这劫。龙洋对这个爆炸案件目前是也无做回应。चीनी सफीर कोयटा में मौजूद हैं मैं खुद उनसे अभी मिलकर आ रहा हूँ उनके हौसले बिल्कुल बुलंद थे उनकी जो एक्टिविटीज़ कल सुबह हैं उन्होंने अपने एक्टिविटीज़ भी जारी रखने का कहा है。爆炸案发生了后，巴基斯坦境内塔利班组织讲这是因犯案的。伫传互路透社记者的简讯内底表示，这是一件自杀式的攻击，自杀炸弹客伫饭店内底，甲一只有载坐炸弹的车，甲点火互爆炸。奎达是秘鲁之省的首府，当地有分离主义团体长期伫作乱，经过几10年来，要发动攻击，要求独立，而且反对中国伫遮发展“一带一路”基础建设。中国目前伫当地投资650亿的美金，要起一个深水的港口，加做两个国家经济的通路。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印尼海军一只舰舰昨透早伫巴厘岛外海失去联络，船顶有53个官兵。印尼的军方已经派军舰去找找。印尼的国防部长是表示，有直升机伫西南的海峡看到乌油，所以印尼即卖军方嘛拜托澳洲、新加坡也佮印度来斗找。虽然天色已经暗嘛，搜救船依然出海搜寻。印尼海军一台舰舰日透早差不多4点半失去联络。印尼军方紧急派2只军舰400人去搜寻，也个对雅加达调一台搜救船来到3工。menggerakkan KN Wisnu dari Jakarta dengan membawakan alat-alat yang sekiranya bisa diperlukan untuk membantu upaya。这台舰舰已经43年，是德国制造的。日透早4点半，伫咧巴厘岛北部95公里的海峡进行鱼雷射击演习，也毋过无照规定通报结果。印尼海军即马有5台舰舰伫咧服役，包括2台德国制造的209型，这边失去联络的就是其中1台。另外，还有3台较新的是南韩制造的。伫失去联络的海峡附近的海边有发现浮油，可能是油箱歹去，或者是舰舰发的信号。Sementara kita geser ke pelabuhan terdekat, sekiranya diperlukan kami lebih cepat untuk bisa mendekat ke lokasi pencarian yang dicurigai terjadinya eksiden。印尼军方即马继续搜寻，也向国际江舰队增加救援联络处请求协助，包括澳洲、新加坡甲印度海军表示会提供协助。公司新闻陈伟玲、吴义昌编辑。来关心疫情，目前印度疫情严重，国一日新增加要挖30万例，嘛有2000多人过往，创下新高。无比减准月，更较害的是，即马有一间病院医疗上锁外泄，造成家户病房内底有22个人死亡。印度第2波疫情造成大量的死伤，也无连到火葬场行性命最后一段路拢无啥顺。इतना ही नहीं पैसा तो ले ही लिया लास्ट वैसे कुछ लकड़ियां डाल करके जला करके चल दिया फिर हम उनको ढूंढ रहे हैं कि भाई लास्ट जली ही नहीं है 4 घंटा हो गया कहाँ आए आप तो बड़ी मुश्किल से फिर उनको पकड़ कर लाए 送来被毁坏尸体拢无停，新德里这间火葬场的工作人员真无闲，一个人一天就要处理30到40具尸体。印度第一通报伫过去24点钟久新增加确诊加死亡人数拢创新高纪录。新德里即天通报28395例新增加的确诊。新德里新冠病毒的阳性率到32%。目前印度规医疗体系强要崩解，互病人使氧气的上述桶也无够。7500 मेट्रिक टन ऑक्सीजन का उत्पादन होता है, जिसमें से 6600 मेट्रिक टन ऑक्सीजन मेडिकल पर्पजेज के लिए राज्यों को आवंटित की है。上述桶就伫咧无够啊！伫咧马哈拉施特拉邦，佫发生氧气外漏的意外，造成22人死亡。उनको 5 दिन हो गया रिकवर हो गई थी
अभी ऑक्सीजन नहीं था तो मर गई, तड़प तड़प के मर गई, तड़प रही थी वो। रिफिलिंग करते वक्त जो लीकेज हो गया उसके वजह से बहुत सारे जो हमारे वेंटिलेटर पर जो हमारे पेशेंट्स थे उन लोगों का ऑक्सीजन सप्लाई बंद हो जाने की वजह से उन लोगों की मृत्यु हो गई है।疫情严重，各邦已经考虑要实施全境封锁。不过，总理莫迪为了要片面影响经济，20演讲的时阵，希望各邦的首长先国家有效的控管微型禁制区，最后的手段才是全面封锁。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咱台湾的防疫表现受国际肯定，世界医师会20日时理事会通过支持咱台湾去参加 WHO 甲 WHO 的决议文。WHO 伫5月份要举行，咱外交部嘛表示讲，目前咱的外管处有积极咧拜托友邦，也有理念相外的国家支持咱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去参加。22 votes for yes, 1 vote for no, and 2 abstentions. 听到22票比1票的结果，台湾医师会成员是拍破的化休。世界医师会20以视讯的方式召开理事会。会议当中，针对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WHO） 甲世界卫生组织 （WHO） 相关的机制做表决，最基本敢有中国1票反对，顺利通过。他们的理由当然就是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部分，台湾人的健康，中国政府会照顾等等的老调重弹，当然我们听了都很难过了。我方的代表，那当然就是我们都有完整的论述。其实这一次的防疫也显现我们政府的防疫政策是正确。这份决议文修正案是由台湾医师会提出的，在今年1月份的委员会14票内底摕到13个赞成票。这届位阶搁较悬的理事会嘛，搁一届通过。按算10月份的世界医师会大会会做上尾的表决。若是决议文确定通过，世界医师会就会写配合 WHO 建议台湾加做观察员。我相信对于那个参加任何一个国际上的医疗卫生组织的顺畅度一定会增高很多。澳洲台湾同乡会嘛，伫澳洲主要的城市墨尔本、雪梨、坎培拉发起支持台湾加入 WHO 的践行活动，希望当替台湾来发声。政府已经展开了推动以观察员身份来参与 WHO 的这个工作。那相关的做法呢，也持续的跟友邦以及理念相近国家来沟通联系，争取更多的支持。外交部表示，台湾防疫的表现受到国际肯定。台湾的驻外馆是真积极，咧请友邦甲理念相外的国家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5月份的 WHO。记者综合报道。今日4月2日是世界地球日，总统蔡英文再去参加 AIT 的活动，面对气候变迁、全球暖化，蔡总统强调减碳的重要性，嘛讲台美要加强合作。另外，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有通过法案，要确保美国未来会当全面面对中国的挑战，反制北京想要甲台湾吃掉的野心。世界地球日，美国在地协会创新中心办年度论坛，主题定做世界永续同行。因为美国总统拜登就要举行全球气候峰会，总统蔡英文、AIT 处长李英杰拢强调，面对气候变迁、全球暖化挑战，台美会加强合作。全球暖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课题，台湾不能够置身事外，更要找到机会，在这波趋势中和其他国家携手合作，创造多赢。我们持续在与台湾合作，希望以全方位的方式，包括环境保护和灾害因应措施，来对抗气候变迁的冲击。蔡总统李安参加台湾美国商会成年饭，重申政府会用具体行动继续深化台美紧密的经贸关系。相信立法重启协商了，会为以后的 BTA 奠定基础。那台美最近进展愈来愈好，美国参议院外委会2日也高票通过跨党派的战略竞争法案，确保美国未来会当全方位应用中国的挑战，反制北京对台湾甲区域的野心。那这也是彰显了美国的国会，不论是参议院、众议院，他们不分党派，在台湾议题上有一致的、强劲的支持。战略竞争法案是由参议院外委会的主席梅兰德兹甲共和党籍首席议员李志共同所提出，其中包括几多项优待具体措施，要求美国政府强化甲台湾的伙伴关系，不应该对甲台湾官方的往来设限制。
法案计划伫咧2022年到2026年之间，每年拨款3亿美金，对抗中国全球恶意影响力作战。所来法案会送交予参议院议会审议。记者综合报道。真正有民进党的立委提出会计法的修法，要甲国部机要费拄罪化，互国民党口说讲是咧替前总统陈水扁脱罪。今日早起，立法院召开公听会，那样又搁质疑讲来专家学者拢是挖民进党的人。那民进党一个调查委员郭国文是强调讲，这是依照党团的比例来做邀请。民进党团有关国务机要费拄罪化的会计法99条之一的修正案。和国民党团反对，22早起办公听会，邀请专家甲学者。不过，那样即期，民进党邀请的拢是本案的相关律师。民进党推荐的律师黄德英反驳讲，这是不实的指控。伫本案发生时阵，伊也搁伫咧读大学。民进党的调委强调，公听会是依照党团的比例邀请。北案发生的时候，我还在读大学。那我职业以来，当律师以来，也没有接过陈前总统的任何案件。会计法的修正其实很清楚，其实在法律上面它不是蓝绿的问题。陈水扁先生一直被蓝营视为一个提款机啦。那我也必须讲，阿扁这部提款机早已经没有钞票了。律师部指出，伫过去特别费修法，因为涉及纳入在内7000多人，是历史强协。即期这边修法只是适用陈水扁个案，希望本案让赶紧审判。结果由总统蔡英文提出特赦。国民党推荐的律师叶庆元指出，陈水扁以往有其他案件判刑确定，无支持修会计法，国部机要费以往应该减负单据。运用多数暴力告诉你们，告诉我们全体国民说，这个1亿742万就算了一笔勾销。阿扁是爱台湾的，所以这一切都没有事情。这不叫羞辱台湾人民的智商。什么叫做羞辱台湾人民的智商？阿扁案子为什么不继续审？他继续审，不管有罪无罪，有罪蔡英文可以特赦。民进党所邀请的律师黄德英指出，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案件。1审判无期徒刑，3审禁1审，拢因为支出大过收入，该判陈水扁无罪。司法看法的差异真大。国务机要费是源自宪法的规定，国家元首行使职权的必要费用保留弹性。伫即马，首长的特别费已经全面拄罪化，应该比较平等原则，守法维持司法一致的信任度。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防部所管的兵营内底蒋中正、蒋经国的当伤计共有159个，目前拢无拆，引起讨论。国防部之前有提出反对拆除的说明1000多字，认为讲兵营毋是公共场所。也毋过出转会是认为讲兵营嘛是机关，应该遵守出转法。两种弹伤采伫咧台北市宪兵司令部，像这种的种弹伤，国防部所辖的营区数量有到159座。外界关心当时企图违反上定，不过目前的进度是0，比即期无尊重法治。对此，国防部提出签字文反对拆除，强调蒋中正、蒋经国是国军走向现代化甲国家化的重要领导者，徛伫咧尊重历史甲饮水思源的立场。相关纪念物有呈现刻号的意涵。我们会持续向相关单位来说明国防部的立场，并且以多元的方式配合政策来做。回到立法理由来看，讲的是说这个要禁止机关、学校、公共建筑与场所出现任何纪念或缅怀威胁统治者的象征。那国军营区当然也是机关的一部分。国防部表示，蒋弹伤采伫咧营区的范围内，无符合出转条例所讲的出现伫咧公共建筑或者是场所的纪念物。出转会是反驳讲，国军的营区属于机关。另外，政府过去大量以违反领袖名号作为行政区域甲路的号名。根据出转会统计，6都以中正号名的路，台北市有2条，桃园市甲高雄市拢是26条，上最是台南市有38条。长官的象征，那他以他的名字在那个时代作为一个路的话，我是觉得蛮合理的。我觉得习惯了就好啊，不用想那么多嘛，就是中正路。民众对有中正路是毋是要改名，看法无同款。出转会讲，路若要改名，涉及到地方自治的权限，程序真复杂。伫现阶段是先做研究调查、讨论可行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
在地上大来关心台中目前在实施5天有水、2天无水的限水措施，结果是一直推出白讲，原因是出伫水道水管伤旧啊，水压变化较大的时，就较高白开。水公司讲逐礼拜拢爱处理2-3件，所以水公司即马拍算要去换讲。目前咧送水的时，嘛先调节水压，互水豆豆送出来，避免佫传出白讲电倒海。外口日头赤炎炎，毋过地下室的仓库，煞要行到水内底才行会入去。水引到脚后倒的管道，涂骹的纸箱仔嘛拢烂去，火拢浸伫水内底。代志发生伫即个月15，台中大里中兴路的商店。店头家透早精神，发现地下室淹大水，原来是自来水管破去所造成的。我即摆过规下要甲收这种规排咯，连这下面都要架子都弄好了，万一淹水才不会淹到啊！像我放在这里就没有淹到，放在地上就会淹到。17伫台里市区绿地里的这条水沟啊，马熊熊出现水流，详细甲看是为这个路边的破坑渗出来的。当地里长烦恼讲，欠落来水就安尼搁拍算去啊！只要是自来水来提供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大量一些老旧的水管来破裂了，漏水的严重性比我们用水更加严重。目前台中地区正在实行供水5天、停2天的分区供水，不过包括台中大里、太平，甚至是台中工业区、甲潭子等等的所在，拢因伫团处有大细水管破去的状况。台水公司表示，为这个月初6以来，逐礼拜接到2-3件的通报，主要原因也是水管的在进老化。因为我们在停水的时候，管里面大部分是空的，那我们就会慢慢的复水，我们先做排气的动作，在复水的过程中，可能就是说会有空气刚好挤压在那个地方，会造成。台水公司表示，当初台是经济管线，大部分是 PVCP 塑胶管啊，敢若是去年就已经换掉146000公尺，但你嘛变9亿到10亿的预算，要来换做主体管。会统计甲调查目前旧的管线，恢复供水时阵会降低水压，避免类似的状况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家己伫家传出悲剧，有一个68岁有身心障碍负责人伫厝内过身，同款有身心障碍嘅查某囝陪伫遗体身躯边几若天拢毋知。这个家庭伫12天前嘛发生过这款的悲剧，当时是这个负责人的翁婿死亡，那因母仔囝嘛甲遗体生活几若天才互发现。体然间围着的徛家带着一对身心障碍的母仔囝，是卫生局列管的精神障碍个案。因为2个人有生活的能力，所以卫生局并无强制就医，但有无定期的去拜访。15号，卫生局的人捌去拜访，却无人应门。想袂到16号倒去的时候，却发现妈妈敢若已经过往几若天。4月16又再去访视的时候，有遇到女儿，那女儿是把门关起来，有询问妈妈的状况。后来她有开门，开了一道门，那也有发现说，奇怪，往里面看的时候发现，怎么有人躺在地上，才发现这件事情。附近居民表示，平常时母仔囝2个人无啥会甲厝边应话，邻居去探视的时阵，查某囝嘛袂开门，所以厝边一直毋知影妈妈已经过往。拢白叫拢毋开门，拢毋开门呀？小灯甲门拢无要插门，就拢无要甲厝边人买封门。我有叫顺的，伊都拢无开门啊！无开门啊！因老母都伫内底啊，咱嘛毋知。经过检检烧验，妈妈已经过往大约7天。这个期间，查某囝就伴着妈妈的遗体继续生活。但安尼悲剧伫这个家庭已经毋是第一摆。12天前，爸爸过往的时阵，母仔囝2个人嘛是安尼伴着遗体生活几若天才互发现。案主的部分，卫生局这边已经安排强制就医。那因为案主本身是身心障碍，所以后续有关你就是按摩的丧葬的事宜，我们中心的社工会全力的来做协助。卫生局接到通报了，嘛介入服务，但厝边认为查某囝有精神障碍，而且会无定期的发作。即马照顾伊的妈妈嘛已经过身去啊，政府应该协助登记安置，莫互伊转来社区家己生活，以免再度发生事故，煞无人知影。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家己报道。来关心天气打扫，第8号船局监测台东避南溪的水量，发现比应过减4成。虽讲袂影响放水引田甲民生用水，但个欠水会增加丰沛营业，会影响当地人的生活。
远远看去，差不多1.3公里宽的台东县主要河川碧南溪，即卖溪水敢若顺流过南环的水量。台北河川局为着要阻挡风背沙，演过伫个溪埔大量做水田，这水田大部分拢已经大批批无水啊。这几工若是有风面搁扫过来，透东北风，民众烦恼风背沙会足用的。是没办法的事情，而是说尽量啦，我们得祈祷它得赶快一些下雨来。台北河川局监测碧南溪的水量，今年可能是济年来上少的，甲演过来比，水量是减4成。较早伫个溪底的旧台东大桥的桥墩，即马嘛拢规个看现现。溪埔中甲北环的溪埔嘛是拢大窟窟，到呾毋是生青池，就是发草。台北河川局已经赶紧请怪手去溪埔，先把水引去南华人口较侪的所在，来降低风背沙对台东市区民众的危害。在水覆盖的部分的水源确实是有比较短少的一个情形。那虽然有这一些情形，那我们也会尽量的用我们一些洒水车来防范我们扬尘的一个发生。台北河川局表示，这2天空气看到雾雾，不是溪埔的风背沙，是为中国飞来的风背营业。台北河川局讲，目前观察到水田区生的青池甲发出来的草啊，已经有部分会当炸风背沙的效果。不过，也是需要雨水来保持溪埔的淡湿，才会当降低风背沙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4月初2，台铁道路局摆马造成严重的伤亡。现场清理沙了后，交通部有请土木技师去现场做安全鉴定。目前咱全台湾有25搭鞭炮整治工程。铁基路边的山架防护监测系统嘛引起社会关心。爱安怎做才会当避免意外搁再发生？国外经验又搁是安怎？咱做伙来关心。这阵记者所在位置是伫咧台东鹿野发车往南要到山里的这段，因为这边呢会有土石流放落来的风险，所以这已经列伫咧铁基路行车安全6年维护计划内底。全台湾包括北回线、宜兰线、台东线、冲管线、平溪线、内湾线、集集线甲南回线，计共25搭，因为有淹水、落石、水崩山等等的风险，拢列伫咧计划内底。以南回线12搭上多。对台东基本路南经过新结崩坑出来，一直到太麻里这段，因为有土石崩落的风险，所以这段也列伫咧代替鞭炮整治的所在内底。不过，这项列伫咧行政院2019年总体检报告的计划，自本伫咧2020年年底爱完成，到达也未做好。代替讲，因为人工智慧判读系统的精准度爱较久的时间测试，估计明年才会完成。不过，鞭炮监测系统到好，铁路敢就安全啊？光滑下的侦测道不能够让列车停，因为万一有干扰怎么办？所以它会有其他包括监视器等等，知道警讯之外，还要能够去确认这个事实是不是发生。所以任何的一种单一的防护方式，并不能去应付所有的状况。我们一定要跳出这种迷思。阻挡大量的土石对山架落落来有几种的工法，包括说青色这种较简单的围篱，更是在一个拿闸网盖几片的网啊，也搁有用红门土起的明水刀，差别伫咧炸土石的程度甲功效，也爱评估第一个状况。不过台湾因为工法较传统，较惯是用红门头在一个像牛泽西后暖就是如果这个耐撞的打这样的钢板桩50米长，我为了运安会我去精算，大约在130万、150万，这场灾难可以避免。在咧这回道路局号摆尾事故以后，赶去现场做安全评估的朱峰甲技师认为，现场准有设1层到2层更细做的防护网，要炸20栋的怪手，唔是问题。在咧瑞士伊尔格拉本有较接水崩山的所在，特别用更细甲一寡支撑力的壳啊、白做网啊，减轻分散土石落落来的压力，成功炸1000立方公尺的土石。从今年开始，国内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到缺工的问题。那你工程缺工，其实有时候你总归一句话，就是因为我们全部用传统工法，还是用钢筋模板混凝土，全部都需要人来施作。
那今天的话，如果你今天的话考虑国外的相关的先进的工程，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机器，对哈，把一些支架架起来之后，再把防护防护起来。水网有技术认为，更是这个防护网本身是个建材，未正做营业废弃物，而且内热阻动力强，施工的成本低，未来台湾会当考虑。不过对边坡有警系统、风险地段维护工课，到铁路边的工程施工品质，拢要有通盘风险评估，才通真正确保铁路行车安全。记者民警林玉凯、郑派文台北华联报道。蓝色白色的塑胶衬拖，有人讲将有台湾味，俗阁好穿。这款衬拖最近是出现伫国际医学期刊，因为高雄有一个查甫人2当前穿这款衬拖去打着铁钉仔，铁钉仔挽出来了后，空喙煞袂好，原来是衬拖的油粒穿入去骹底，造成感染，引起骹痛。这款特殊的感染案例，嘛互刊伫国际医学期刊。X 光镜头的所在，男子的正脚有状况，手术了后，胃当中摕出一个塑胶的物件，原来是台湾特有的塑胶衬拖蓝白拖。只是这物件已经卡伫伊的骹底2冬，若毋是最近2个月伊行路骹底会痛，去看医生，也阁无法度发现。我们所有的异物穿刺伤都必须要特别留意，不只是外观的伤口是否复原良好，而且要特别留意里面是否有异物残留。医生原本当作伊正脚内底物件是肿瘤，才会进一步安排着核磁共振，最后发现是物件，男子才想起2当前，伊捌穿过蓝白拖打着钉仔，甲铁钉挽出来了后，干那抹药仔就无插伊。医生认为男子因为脚穿刺伤造成有物件留伫体内，2当了后才出现着感染的镜头是非常的罕见，而这个案例写作论文嘛，登伫国际期刊馆顶。你看那个厚度的话，其实一般的夹脚拖的厚度也差不多，对啊。所以就是走在路上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就偶尔会比较方便啊，只是出来要买东西的话，有时候穿拖鞋当然会比穿布鞋，就是走路的时候都会比较注意一点。民众讲有当时为着方便，确实定定会穿衬拖，为着保护家己嘛会加注意着路况。医生嘛提醒，若互物件插着的时阵，唔通干那注意外伤，嘛爱看到有物件留伫内底。当着抵抗力较歹的时阵，若是有物件留伫内底，嘛有可能会引发着感染。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人报道。今日4月2日是世界地球日，有民间团体甲中研院发布台湾海产选择指引第5个版本，针对鱼货量的减少，甲鱼仔分做青丁、黄丁甲红丁，建议红丁的就莫食，嘛建议讲要食海产爱食着时食在地。4月2日是世界地球日，响应保育海洋的重要性。2011年发布的台湾海产选择指南，经伫这一天发表上新的第5版。参考鱼货量的变化，调整鱼种的订号，建议会当食的绿灯区有调整的鱼仔，包括花灰、白乌虎、烟仔虎、皮刀、红柑等等。也若爱斟酌量的黄灯区，新增加乌鳌、红起雕、布拉鱼、甲石桥等等。也若避免食的红灯区有调整订号的，包括黄鱼、鳗目、甲空时白虾。全省的这个渔港的查报的资料啊，它的变化的趋势啊的渔获量的变动啊，来做的一些调整。所以现在有升级的，有降等的都有。绿灯就是鼓励大家可以去吃的哈，那优先的选择。红灯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去吃，因为它的资源量已经很少了。新版的指南内底，嘛新增加8种沿海掠真济海产，其中包括长久以来拢有争议的木拉鱼。根据海鱼基金会20大鱼获量排名，木拉鱼去年是排第14名。最近这3年的鱼获量拢伫1000吨左右。不过因为考虑到木拉鱼掠的方式，嘛会去掠到其他鱼种的鱼材仔。因为安尼，就算鱼获量大，嘛甲木拉鱼头一摆来做黄丁。我们还是考量它的语法混获到其他物种的宝宝的这个比例非常的高，是有一个这样的高风险。那另外就是说，它主要还是用拖网。此外，就是布拉鱼也是其他许多生物的饵料。专家建议，经海产的原则，应该要经台湾在地海产，而且要食物链较底层的细型的鱼仔、虾仔、甲贝类，较莫买食物链关键大型的鱼仔，因为有较侪水银等等的重金属。另外，嘛无建议买伫掠鱼仔的时阵，或者是养殖的过程当中，会对环境造成严重冲击的鱼仔。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师范大学今日宣布讲，因要调整后学期的行事历，开学是提早到9月初1，若12月底就要开始休寒。台湾大学、台湾科技大学嘛，拍算要对咧调整。
向热向山了，新的学年开始，全国的中小学大部分拢是9月初或者是8月底就开学。大专以后是到9月中或者是9月底才会开学。不过，台湾师大日前宣布讲，经过校内会议通过，开学的日期将会提前到9月初一，12月就考期末考。休寒假，透过学期的调整，让我们的学期的学制可以跟国际的学制更贴近，让学生可以顺利的国际接轨。因为我们现在非常强调大学的国际化。台湾师大讲，咱国大学每一个学期有18礼拜，比真侪国家15礼拜较长，所以顶一个学年调整上课周数是16加2周。校内师生大部分拢是支持。所以将会延续到110学年，并且调向111学年度，调整每一个学期上16礼拜方向规划，降为16周，让学生的学习更有效率，然后课程可以精简。多出来的4周呢，我们就是可以把暑假延长，规划为第3学期。第3学期我们会开设很多关于产业实习的课程，让我们的学生有机会到业界去实习。另外，为了避免提早开学，也个周数缩减，台师大会提早考试，期中加期末考的考试日期拢会提前2礼拜。春节连续假期恢复做4天。台湾师大讲，同款属于大系统的大加大科大，也拢通过校内会议，3个学校的同步实施，创全国大学第一遍加全国的中小学共一个礼拜开学的首例。记者综合报道。2019年，咱台湾是加入亚洲头一个同婚合法化的国家。目前有超过5700对的同性去登记结婚，女性占了70%。想要领养囡仔，即卖法规受一寡限制。若是想要找代理生囝，目前法律并无开放。民间团体呼吁政府爱放宽规定，让同性的翁某会当实现有囡仔的梦想。我们不是不陪2个爸爸做伙请养一个囡仔，描写查甫同志去国外找人借白生囝了后，甲同性的爱人啊做伙请养，面对囡仔的教育、甲社会歧视等等的问题。蝙蝠侠在呼叫凯凯。网络戏剧《酷盖爸爸》是最近这几年亚洲唯一以同志家庭教育囡仔做主题的影视作品。故事原貌就是同志媒体人，也是创立亚洲头一个同志影音平台的执行长林志杰，以真实的人生。台湾呢，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同志家庭，希望这样子的作品呢呈现之后呢，可以帮他们发声，让他们更有就是这样子的能见度，就是勇敢在台湾可以好好的去寻找他们的幸福。我们当然其实最大的希望是我们可以促进就是同志领养合法化这件事情。台湾在2019年5月份正做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内政部统计到今年3月，计共5740对同志结婚，男性1700多对，女性超过4000对，占了70%。不过台湾还未开放给同志合法领养囡仔，民间团体认为现行的人工生殖法使用的对象应该先讨棒，将限制夫妻改做配偶，保障女性同志的权益。人工生殖法主要的规定就是讲，将那个提供精子的那个人的跟孩子的血缘关系把它切掉了，所以呢，那一个人他就不能够再来主张说我是囡仔爸爸，我要来认领小孩，那这样子才会让孩子的亲子关系比较确定。那我们知道，目前立法院确实拥有这样子的一个版本，就是要有代孕制度的纳入，但是问题是现在的版本还是只提供给异性恋，并没有看到男同志配偶的需求，我自己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一部分。男同志要爱有囡仔，唯一的方式除了领养，只会当找人借白生囝。不过在台湾，不管是同性或者是异性恋，拢也未合法，因为借白生囝牵涉到生囝的人在咧有生期间工作、医疗、甲保险等等的权益。民间团体表示，借白生囝人在咧人工生殖法内底要做伙守法，难度也是真悬。记者民警陈保罗台北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看台南市中西区公所推出一本新式的红仔册，会当认捌台南在地特色，嘛要让学生囡仔了解府城的文化。
台南市中西区公所为着让学生囡仔认捌府城的历史，特别推出这本红仔册，故事用下过时间的方式，带囡仔来一段无同的历史体验。好，那我们以现在相当热门的一个穿越时空的一个题材的方式哈，然后把我们串联我们150多年来哈，这个基督教在我长老教会在我们府城这边的它的一些故事跟它一些景点哈。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带领我们亲子朋友们一起认识我们在台南这个地区曾经为我们牺牲奉献的西方的一个宣教士为着吸引囡仔的兴趣，佮特别设计学习单佮抽礼物的活动，望学生来读这本册。里面它其实有非常多的在地的文史记忆，我们希望用有趣味的方式让孩子来翻开这本书，所以我们就用了学习单。那学习单里面就是有把故事里面的场景设计成简单的选择题，然后再搭配一个阅读小礼物的活动，然后让他们也有图书礼券可以抽奖。另外有国校的校长专工读这本册给学生听，为囡仔反应就看得出来，大家是真认真在听故事。学到什么东西吗？学到了，让我们看到以前的府城长怎样，就是可以认识巴克里牧师，然后可以知道他建了哪些建筑物。望学生读了这本册，通更加熟悉家己故乡的文化，也加深对这片土地的认同。记者综合报道。台湾露水鸡伫婚林卖了一段出海口，根据统计有要挖200种鸟仔直接停休，包括世界各地来的大鸟。不过，这个所在有一寡环境的问题。目前民间团体也各有官方当地做伙做生态资源的调查，希望会当保护这个鸟仔的天堂。伫婚林卖了的露水溪出海口是大鸟飞来渡冬的好所在，有一寡鸟仔阁会留伫遮生团。在地麦仔寮文化协会深入了解露水溪的生态，才知影有遮侪珍贵的鸟类，也因安尼投入保育的工课。黑面琵鹭应该是创这几十年来历年来最多的，像最近连续几天的观察都已经超过400只以上的黑面琵鹭，世界级濒危的鸟种就是东方白鹳以及黑鹳。可是我们这边为了保有它的栖地，所以我们数量并没有对外宣布。根据国际统计鸟仔的线顶资料库 eBird 记录，这搭台湾的沿海，拢有真侪鸟仔飞来遮渡冬。尤其露水溪出海口有强买200种的鸟仔，有本土的，也有渡鸟，连世界买2种的鸟仔拢来遮停留，包含真罕见的东方白鹳。不过，人类的活动也是藏真侪危害鸟类生存的因素。最大的危害就是有移工来到这边跟鸟抢鱼吃啊，在现场会引起一些的火花，也造成了大概60-70公顷的那个林地整个被烧毁。那包括我们去年也遇到有人来这里捕猎。比如说像目前来讲有布袋莲蔓延的这个状况，那我们也在想办法尽快的来清理。麦仔寮文化协会也和林务局合作，要伫这搭进行生态资源的调查和相关的工课。不过保育不是政府、社会团体的代志尔，全民要做伙斟酌，卖交了鸟仔的生活，才会当互因安心来生团。记者综合报道。法国有军事学校在进行军事演习训练的时，利用机器人来斗练，提悬训练的效果。若伫新加坡是有超级市场，互机器人替人客斗送货，机器人有影到对战场到送货，因拢有法度斗3工。要入去可疑的建筑物进前，机器人先入去探路。空旷的所在，机器探击会当做暗号。法国一间军事学校最近伫咧西部加尔市进行军事演练，有80位学生参加，运用各种先进的机器人协助侦查或者是暗号，无论是攻也是守拢会当，互演练更加确实，提升训练效果。机器人毋但是会当用伫咧军事训练，美国的马赛诸塞州警方也考虑某一寡行动用机器人辅助。未来机器人甚至有可能上太空出任务。一般人伫咧日常生活也能感受到方便。新加坡一个社区就当地科技业者
利用因研发的机器人，免费甲民众伫咧网络买物件送回去。It makes it easier because I don't have to carry the load. I'm not talking just from myself. For example, the elderly could especially use it because they wouldn't have to carry stuff all the way to their home. Can get delivered. 这项机器人送货实验性服务要做1年，差不多700户家庭试用。业者讲反应袂歹，也甲其他厂商讨论扩大服务范围，让更加侪民众会当享受到这项方便。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下半部天气的变化，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2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7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7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7度，上悬29度。外岛的温度是20度至29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珠，乡亲顺心，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